主后2022年11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懒惰无安稳的敬拜。圣经启示录22章第60到21节，咱做伙来听读。天使甲我讲，这话真实可靠。迄位感动众先知的主上帝，有找伊的天使，将一定随时会发生的代志，指示伊的众仆人。耶稣讲：看，我念伊来，遵守这本册有言的话的人，真有福气。我约翰是亲身有听见、佮看见这个事迄个人。我听到、佮看到了后，就趴落去伫将这个事指示我的天使骹前，要甲伊拜。不过，伊甲我讲，绝对毋通。我甲你以及甲你平平做兄弟的先知，甲遵守这本册的话的人，拢平平做奴仆，你着拜上帝。伊阁甲我讲，毋通将这本册有言的话放捌，因为有言是现的时刻君啊。互不义的人继续做不义，互有话的人继续有话，互义的人继续实行公义，互圣洁的人继续圣洁。耶稣讲：看，我念伊来，我要带报赏来，照逐个人的所做，甲伊回报。我是安尼法甲阿米加，是起头甲煞尾，是开始甲结束。将长袍洗清气，遐人真有福气，因有得到权，通食活命树的果子，搁通对这个门入城。遐个狗类、行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死人的、拜偶像的，甲一切爱讲白贼，搁做事奸诈，拢着留伫城外。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，伫这个教会将这个事对恁作证。我是代笔的君，是伊的后代，是光亮的启明星。圣神甲新娘拢讲来，听见的人就讲来，喙干的人就来，意爱的人通白白领受活命水。我甲大家听到这本册有言的话的人警告，老人甲伊加添，上帝会将这本册所记的会加添互伊。老人删除这本册有言的话，上帝嘛会对这本册所记活命树甲圣城的福分删除伊的份额。为着这个事作证，迄位讲：对，我念伊来，阿面，主耶稣啊，请来。愿主耶稣的恩典甲恁大家同在。懒惰无安稳的敬拜，你渴望现在的生活赶紧结束无？拄听到会掠做有一丝仔愤世嫉俗，总是伫启示录的处境中，这种渴望却是充满愿望的。因为甲现主时的苦难对照，迄上尾由上帝全然统治的世界，搁较吸引人，甚至淡化灾难和征战压迫之苦。作者约翰伫圣神带领下面，借着反复出现的画面甲文字，一步一步明白上帝应允、警戒甲祝福。伊互上帝计划震撼，又将像用拍倒敬拜来回应，直到差一丝仔拜毋着对象。天使提醒伊，毋通敬拜传达启示的仆人，只有上帝才是应该敬拜的对象。煞接，天使提醒约翰，
毋通荒漠无言，因为实现的时刻得要到啦。更加人差不多无悔改的时间。约翰呼吁无得精简这的话语，免得失去福德，遭受灾难。这若像也咧为人类对偶像的崇拜，甲世界事物绝对化的倾向做预防针。启示录强调爱用敬拜上帝作为抗拒偶像化任何政治势力、罪受和经济利益巴比伦的势力。伫今仔日的教会，也需要用敬拜上帝来防范陷入绝对化自身的危机。启示录先知的批判，对教会和世界拢相款是严厉。启示录讲到敬拜上帝，毋单单是礼仪，搁较是咧指世界种种势力中辨明上帝心意，甲话语的传讲相比，搁较需要生命的见证。若是这单单需要看上帝子民是毋是对上帝有真实的认捌，当敬拜上帝甲生活逐层面袂当分割时，咱必须要搁较在意家己的言行是毋是有促进公义和平，消费习惯是毋是强化对地球资源的压迫和对劳力的剥削，投资理财的手段是毋是下伫永续公平正义？伫这贫富差距加深、用剥削和宰制做潮流的经济体中，心敢会通得到安稳？这需要不断谦卑甲上帝、甲外界对话和自我约束。这拄好是启示录敬拜上帝真义，持续有形，袂互任何势力、人物，甚至上帝仆人取代上帝应得的荣耀。所以今仔日有一寡教会，若无避讳甲政商名流即类有话语权的人斗阵，甚至刻意用这做吸引人的招牌。面对类似的情形，咱必须要搁较谨慎。安尼讲，并毋是爱教会也是信徒消极、遁世离群，建立家己的经济体系，是爱搁较积极参与即个世界的改造。因为对现实世界感觉无安稳的，是受到压迫的人，含受剥削的自然界。无论是毋是属伫即个受压迫的群体，上帝子民拢应该关顾即个实际存在的现象，勇敢面对即份无安稳，佮运用自身所有的能力和资源，让即个世界做出上帝国价值的见证。默想，我对敬拜上帝的理解，安怎影响家己对时间、精力和资源的分配甲利用？我对敬拜上帝的理解，安怎影响家己对时间、精力和资源的分配甲利用？做伙来祈祷，创造佮不断更新的上帝，愿你接纳我的敬拜，引带我每日真实地经历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